你们的心愿，做父母的都心想事成，如愿以偿。你们辛苦教育培育子女，也希望能够这样子，都在他们的职场上平安顺利。好，那刚才提到明翰也是，我刚才的还没未婚的钟轩、德明呢，他们也是，新贵等等，罗宇等等还没有成家立业的，也都妈妈她也是这样纪念子子孙孙。好，那第3个愿望我帮他讲他虽然呢不是很完美，但是他是很优美的人很优美的人，所以他已经准备好要再过不了就是这个爱奈好，不是，今年是不爱奈说了cái đó itu kalau usaha itu kau对，1990我的越来越像天使般的生活上我们就祝福妈妈生日快乐，来切蛋糕。